场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地去绽放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跟孟妮儿这戏能演吗？演不了。那老丁怎么办？这事儿把他折腾得够呛，他还是你的启蒙老师。那怎么着？你说怎么办？演啊，干嘛不演？至少我还可以在台下看看热闹。看什么热闹？看你跟孟妮儿在台上死去活来，我看他张之恒是什么反应。真的，老大，你演吧，干脆把这些狗男女全搅和乱了，然后你拍拍屁股走人。不是你小子把我当什么人？你是不是把秦兵和那个江天威的恨全加在我身上？好了，说不定秦兵再回来，还是从前那个秦兵。不是老大，这话你信吗？丁老师。丁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干什么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这不行李可在那车上吗？钥匙在车上，自己拿。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您是我最尊敬的老师，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和孟妮的关系，我真演不了。即使我答应您了，我也演不好。你走吧，让我静一静。我累了。
你说你们那个丁岩怎么办事那么不周全啊？丁老师事先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就胡来。要不你再给他打个电话？我打过了，没人接。要不我明天去看看？张志恒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来。你想啊，我和他都不愿意接受对方来演这个角色，所以他应该会退出。哎，可是他万一要是答应了怎么办？那我就退出。可是，我要是退出，我这辈子都没脸再见丁老师。那倒不至于。志恒，你不知道丁老师他有多大的压力。再说我和剧院还有份协议书。什么协议书？让我看看。你看，其实啊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丁老师这个时候除了他还能找谁呢？这倒也不能怪你，你又不是先知。事到如今啊，就只能希望刘一鸣可以拒绝演出。我要求你，就是天塌下来，你也得要给我顶住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给谁打电话都关机啊？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那今天还去吗？没通知不排，那就是排练。别多想了，一鸣他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我没多想，看你脸色都不好了。走，上车。所以把今天的事办完以后啊，你还得赶紧回来啊，把剧院的工作再看看，尤其是排练的时候那些事儿啊，好吧？丁老师，丁老师，那您先忙，我在停车场等您。丁老师，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。若妮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把这部戏搬上舞台。可是丁老师，您知道吗？我可以很努力的把这个戏演好。可是我排练完以后，我还是要回归到生活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刘一鸣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。如果刘一鸣要拍这个戏的话，我只能选择退出。你必须演。你们谈。我告诉你，
要不是昨天我陪丁老师聊了一个通宵，答应他留下来陪戏，你今天听到的就是他不好的消息。难道你忍心看到自己最心爱的老师受到伤害？也不去救他？好，刘一鸣、梦妮，你们两个眼神一定要对上啊！还不够，眼睛要有内容。好的，梦妮，看一下刘一鸣啊。好，保持住，两个人对视。好，咱们再拍一遍。拍完一遍，咱们走台。不行的话，你们在电脑上做啊。算了，不拍了。造海报的时候你们都费心。好了啊，不拍了啊，各部门都塞了，下去准备。下来了。其实这件事儿，我也想了很久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了？妮妮，其实你可以不被合同束缚的。我已经找过律师聊过。不是合同的问题，我已经答应了丁老师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我不想因为我的退出，导致这个戏的流产，或者导致丁老师有什么问题，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好，既然是你的决定，我支持你。比起让你遗憾终生，我宁愿跟你一起面对。谢谢你，志恒。走。去公司。张总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去忙吧。坐，妈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呀？我来的路上，给文化局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，核实了一下情况。刘一鸣回来了，要和梦妮一起演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嗨，就这事儿啊，就是演戏喽。你和梦妮分手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你还这么纵容他们，招摇过市。满大街都是他们拥抱在一起、深情凝望的剧照，像什么样子吗？你知道这事儿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
梦妮第一时间就告诉我的。知道你还……之前的男主角去哪儿了？辞职了。那梦妮也可以辞职。妈，我都说了，只不过是演戏嘛。我当然知道这是演戏，可是我们张家的儿媳妇不能演这种不明不白的戏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不明不白的戏啊？海州剧院出品，政府支持，15家企业赞助。我说的是男主角有问题，这么演下去不出问题，他们这样会很危险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呀，你想多了妈。儿子，妈倒是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你爸平时总是劝我，让我少管点你的事儿，多给你点自由的空间。可是我爸说的对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？我处理什么呀？这是他的事情，我尊重他的工作，尊重他的意见。再说了，他跟谁搭档，我更管不着。即便是他的前任男友？妈，我相信蒙妮，而且工作就是工作。你说，如果现在我们要是横加阻拦的话，那会不会显得我们太小家子气了？好，好吧，只要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妈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这无情的泥土，吞噬了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我要把你的馋嘴劈开，把我也放进去，索性让你吃个饱。万恶的蒙太古，停止你手中罪恶的工作！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，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？现在，束手就擒，和我去见官！哼，好朋友，我劝你不要再激怒一个不顾死活的人，不要再激动我的怒气。吃饭吧，我请。好啊，我请吧。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请你们吃饭，刚好把我一哥们叫来。不好意思，不错，走吧。可以啊。行啊，不好意思。想想吃什么一会儿啊？志恒。哎，那两个人是？郭天和小寇。哦，对，当年一鸣考大学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个一起和一鸣在丁老师那上课。今天排的怎么样？还行，基本上就排他一个人。他竟然可以把所有的词都背下来。当然了，要不然丁老师怎么非那小子不可？这回丁老师高兴了吧？今天状态还挺好的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像是被绑架了一样？是有点。哎，你今天去看我爸了吗？去了，非常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志恒。跟我还客气。哎，一鸣，你这是怎么想的？这么个烂摊子你都接，你不怕砸牌子？砸牌子？我有什么牌子可砸呀？那你跟梦妮，回头你们两个怎么演呢？走一步，看一步呗。那你跟梦妮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是听了别人嘴里说的，你给咱实话实说一回呗。对呀，一鸣哥，你跟梦妮的事儿，你们俩要是再八卦，这顿饭我不请了。得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喝酒，喝酒。大哥，哎，这边。你要再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以为你也跟着跑了呢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兄弟关海，我剧院的小师弟郭天、小寇。哟，你这几天不见，走沧桑路线了。你不懂。好，喝酒，喝酒。走了。
他们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都抵不过我看到他短短1分钟里的快乐。请用您神圣的语言，将我们的灵魂结为一体吧。只要能让我称他为爱人，我便足矣。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成为狂暴的结局，就像火与火药的亲吻，就在那最得意的一瞬间烟消云散。劳伦斯师傅，罗密欧，我们继续往下拍。好。朱莉，朱莉，请上场。这位小姐来了。晚安，师傅。晚安。朱莉深情地望着罗密欧。罗密欧说：“啊！”朱莉，要是你感觉到像我一样的快乐，要是你的嘴能够把这一切表达出来，就将这无限的欢乐说出来。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富丽，真诚的爱情沉溺在我的心里，我无法估量我所拥有的财富。停！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你们俩刚才只是在背台词，没关系，咱们不急，一点一点来啊。还是刚才那一场，咱们再来。罗密欧朱丽叶，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尽量的找一找感觉，好吧？好吗？好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再来一次。好。小姐，你的妈妈就要到你的房里来了，天已经亮了，小心点儿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，明天再来。好了，再开3楼了。刘一鸣、孟妮，你们俩留下。还有5天，我们就要公演了，你们两个怎么办？要不再来一次？有用吗？你知道问题在哪，对吧？孟妮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我不需要道歉，我需要解决问题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俩的问题能不能解决？沉默。好，那我们就一遍一遍的来，直到问题解决为止。好，孟妮，从你上场开始，来。
别，这声叹息不对，这声叹息不对。朱丽叶为什么要叹息？我问你，朱丽叶为什么要叹息？因为她在刚才的舞会上爱上了一个英俊的青年，结果却发现他是仇敌家族派。朱丽叶此时虽然心情郁闷压抑，但更有一种遇到爱情时那种掩饰不住的雀跃。可你刚才的那声叹息，那是你梦妮自己的。你问题的根源，就是因为你现在被迫要跟已经分手的前男友重演一段爱情故事，所以你心里是纠结的，是分裂的。我不需要梦妮的叹息，我需要朱丽叶的叹息。刘一鸣，她是你一见钟情的朱丽叶，对吧？他是你一见钟情的罗密欧，是吗？我需要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我不需要刘一鸣和梦妮，请你们给我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对不起，丁老师，我们两个需要时间。我没有时间了。但是我还有他，我们两个需要一个过程。你不要找理由。有本事演出结束的时候，你去跟观众说，让观众给你个过程。再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孩子们，再来啊，再来。你早来啦？没有啊，没等多久。我不知道导演什么时候会结束，所以没关系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事情，先跑过来等你会儿。累了吧？走。大哥，我看的第一感觉，你和别人的戏没问题，堪称精彩。梦妮和别人的戏也绝对 OK， 但是当你们两个人的戏碰到一起的时候，感觉就完全不对了。我现在每天最痛苦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演戏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演戏。你知道演戏他必定要付出真情实感，最起码你不能拒绝。可是现在呢？我明白。我在下边看的时候，都感觉你们两个之间是刻意的去保持那种距离，谁都不愿意跨过去。你们两个之间就好像是那种感觉，你明白吗？咫尺天涯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么近又那么远的那种感觉。这么近又那么远。一鸣，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吗？停！怎么办？明天就要进入彩排，3天以后咱们就要公演。
你们就这样面对观众吗？刘一鸣、孟妮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能不能不把你们生活当中的情绪带到舞台上来，带到排练场上来吗？戏比天大，那这个道理还要我再教你们吗？观众有权看到最真实、最感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你看看你们俩，我只是在那儿念台词。你们要是念台词的话，我还不如直接去拍广播剧。广播剧都不可以念。谁在说梦？导演，那个您不是让大家伙11点都到剧院的吗？你们先回去吧，等我叫你们。哎，好，导演。我本以为一上午的时间怎么都应该有成果。丁老师，要不再来一遍？不要。刘一鸣、孟妮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如果你们二位要是不想改变的话，我现在就遗憾地告诉你们，到时候你们能演出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。是哈姆雷特，然后罗密欧那些戏都是这个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今天又到这么晚，怎么了？不开心？排练不顺利？其实我都猜到了，你想啊。我们3个人中间有那么多的故事，如果你们2个上来就非常顺利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要担心了？哎，我说张志恒，是不是我排的不顺利，你才高兴啊？我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呢吗？你还说呢，丁老师今天倒给我们想了一招，各演各的。各演各的？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就比如说，咱俩现在说话面对着面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说，各演各的呢，就是我们俩各说各的，谁都不看谁。这个办法好。然后呢？这肯定不行啊！然后丁老师就痛苦地趴在了台上。哎，我真觉得我们都快把丁老师逼疯了。比较欢了我呀，我也会疯。走。来，孟叔，孟叔，是不是不想下棋啊？好，不想下棋，我帮孟叔洗澡，怎么样？来，把你抓。洗澡喽！朱莉，我早已知道你的悲哀，可是实在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呀。我听说
这个星期4，你就必须跟这位伯爵结婚，而且毫无拖延的可能。神父，不要告诉我你已经知道这件事儿，除非告诉我怎么解决它。要是您的智慧也帮不了我，那么请求您支持我的决定。我会用一把刀子把这一切都解决。你这会儿才是罗密欧的眼神，为什么不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？人们临死的时候，往往会觉得心中愉快。旁观的人会说，这是死前的回光返照。这也是我的回光返照。我的爱，我的妻子，死神带走了你的气息，却没有带走你的美丽。你的脸颊，你的嘴唇，还是那样的红润。死神的苍白，并没有侵袭你。朱莉，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美丽？难道虚无的死神也爱上了你？想让你做他的情妇？这里
就在这里，我要在这里安息，长眠在这里。我要把这不公平的命运全盘搅乱。再看最后一眼，最后一次拥抱。最终，这个呼吸的门户，就让我们跟死神签订一个永恒的契约吧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。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倾注着爱。来吧！枯萎的向导，绝望的领航人，为了我最亲爱的，我要把它干掉。将蜡烛吹呀吹，烛光也流了泪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真情的魅力。谁看得到的结果，却回不到承诺。也许就这样。